住咧將會係會計師公會杯有3場初賽。先嘅咧係九龍中醫院同埋3號線嘅工程師學會，咁啊僅次喺第2左右咧，應該係第。4名嘅恒生銀行龍舟隊。龍舟隊第13場，香港戰藝會龍舟隊歸背灣之友，東區體育會飛星龍。3號龍請使用5號、6號嘅賽道翻去啦，仲有係啦，1號龍請留意下前邊嘅3號龍啊，唔好有任何碰撞啦，請大家小心注意安全。第24場齊約龍巴士龍 Paradise Against Limits PALS CMSI 麗正龍，請速度落龍區，落龍。重複一次，第24場齊約龍 CMSI 麗正龍，請速度落龍區。Please go to the starting point immediately. PALS team, please. 好啦，稍後將會進行我哋今日第19場嘅賽事，會計師公會杯第1場 C 組嘅賽事，請大家細心地做下準備。
好啦，計聲一響啦，又嚟到今日第19場會計師公會杯第一場嘅 C 組賽事啦，1號嘅 HSBC 匯豐，2號嘅德成龍，3號嘅星展銀行紅火飛龍，4號香港會計師公會龍舟隊啊，同步出發去到第一個頭嗰位啦，睇下我哋邊一隊帶出先，爭住眼見落去，好似係2號嘅德成龍有少少帶出咗嚟啦，咁隨其後應該就3號嘅星展銀行紅火龍都緊貼其後啊。好，今日賽事咧到最後階段嚇，最後100米範圍啦。咁啊，德成龍咧暫時領先，咁啊帶頭領先嘅括已經超過咗一個龍頭位啦。準備衝線嘅係德成，咁其次咁後面嘅咧就係星展嚇。咁啊，稍為落後嘅咧就係第3名左右嘅 HSBC 1號龍剛剛衝線嚇。最後衝線咧將會喺香港會計師公會嘅。剛剛完成嘅咧係會計師公會杯3組初賽都完成晒啦。而家開賽嘅係第20場筲箕灣社團聯合會杯團體組。1號嘅會陽龍舟會，跟住3號柴灣基督龍同埋4號嘅港鐵龍舟隊都差唔多一齊衝線噶咯喎。好啦，1號順利衝線啦，飛虎雷狼，跟住應該有機會係1號嘅會陽龍舟啊，跟住3號、4號都差唔多一齊衝線噶啦，就係柴灣基督龍同埋港鐵龍舟隊啊。好，8期舉起線點冇任何犯規情況，等會上賽事。好啦，各隊請記住係盡快用翻5號同埋6號浮波嘅線道翻去起點進行我哋下一場嘅賽事啦。一会儿你就爸爸说一下，妈妈先我说。然后你加上我呀，那可以一起走。等一下。去到啦，已經睇一下邊個打出嚟先。點睇落去好似就係1號同埋2號，4號好似唔止係2號，4號嘅係飛升龍，跟住3號推到佢啦，1號香港設計會龍舟隊啦，應該係4號出嚟啦，飛升龍啊！咦，2號龍舟得好似係歸會灣之人都跟住1號嘅香港設計。
號衝線嘅就東區體育館嘅。好，係舉起 C.E. 冇任何發生同埋完成賽事嘅。好，將代晚請用5號6號賽嘅進發反嘅起點，用5號6號先將翻反嘅時間，我哋進行下一場賽事啦。剛剛完成嘅係男女子馬龍組第2場嘅 B 組賽事，下一場咧將會係 C 組以及 D 組。第26場柴灣新力龍新合海產公司龍請即到落龍區，遲到唔等㗎啦，要落龍㗎啦。第27場灣仔商會志同道合龍舟會深萬體育頂之傑陳志雲請即到落龍區。